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客家意象。在我们了解客家文化资源诠释资料格式之后呢，我们需要将内容的部分把它放进去，而这些资料的内容就来自于我们对于客庄故事的观察，尤其是这些客庄故事中间有哪一些客家的意象。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些客庄故事里面去观察，去找到一些客家的文创的商机。那我们在进行客庄故事的观察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可以从它的人物、它的发生的事件来找起。所以在客庄的数位典藏的介绍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可以分为人、事、时、地、物5个方面来做说明。第一个是人的部分，我们谈到的是客庄的人物，在这边谈到的客庄人物可能也包含着组织跟团体，只要跟人有关系的，我们都可以纳入。第二个部分呢是客庄的事件，相关的历史事件或者是活动。第三个是客庄的时事时间，就是有关于相关的客家的节庆。第四个是客庄的地理资讯，就是客庄整个的地理环境的介绍。客庄的物品，也就是美食、工艺等等的，这些形成了客家意象。随着全球化跟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不同的族群在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交流越趋的密切。客家族群散布在世界各地，跟当地的文化进行接触，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与当地在地的文化进行结合，而形成具有在地特色的客家文化。而这些客家族群有哪些客家重要的意象呢？在现今的社会，跟客家有关的图像跟符号充斥在电视、电影、报刊杂志、广告、展览以及文创商品、流行文化等媒体影像之中，而这些具体的视觉图像逐渐成为我们认识客家文化以及理解客家的一种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有哪些客家的意象。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意象。在1956年由学者提出的意象，它是一种主观的意识，由人类凭借着主观价值以及知识引导而产生的个人行为，我们把它称作是意象。意象经常透过象征的文化符码来形塑，而客家的意象，所谓的 Hakka image， 则是透过语汇、特征、符号等组合而成，进而赋予客家文化、客家人文、客家生态等来呈现其意象。客家意象是人们对于客家文化特质、生活习惯所凝聚的文化图像。所以当人们提及客家的时候，究竟一般人的认知结构会是什么？而他们所呈现的结构，他们主要建构的相关的表征、基模或者是概念又是什么？而这些所谓的表征或者是概念，将化为象征的语汇，形成对于客家的叙述。客家的意象也是一种移情的族群想象，也就是某些文化特色，它的特质还有生活习惯，有哪一些是属于客家族群的，而这些客家意象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客家的观点。在客家意象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跟近期。早期的客家意象出现在各地的文献当中，客家主要的共通形象
各位同学是否有想过，你们对于客家的形象意象究竟是什么？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心里先想想看，所谓的客家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早期的文献会出现的是集体的迁徙，还有经常流域的身份、粗犷的个性，还有客家人移民到台湾所产生的一些历史。客家人移民到台湾大概是明清的时期，也就是客家最早出现在台湾历史文献约在康熙50年，显示客家迁徙的年代大概会在康熙50年左右，如同分布在世界的客家族群一般，经过了300年的文化交流，在台湾的客家族群也与在地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台湾客家。台湾客家人跟目前在大陆的客家人，或者是在海外的客家人，其实都略有不同。如果要了解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客家族群所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以及了解台湾客家的独特性，就应该要探讨这些客家族群跟在地文化融合之后所产生的意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泰国也有许多的客家人，在客家人移民至泰国的时候，就受到了泰国佛教信仰的影响。要怎么样能够观察出来呢？如果你去看看泰国客家总会所用的会徽，也就是它特有的标志，你会发现泰国客家总会所使用的会徽，它是一个古佛字，所以呢，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泰国受到在地佛教文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现代的客家意象。现代的客家印象可能就跟各位同学息息相关。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客家印象，可能会来自于客家人迁徙移民的历史背景。客家人特别注重家谱，也就是族谱，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汉人，之后前往南方，迁往南方之后跟少数的民族通婚，因此对于第一个客家意象，应该就是客家人离散的情形。客家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台湾只是其中一个地区。而客家人从过去到现在都经常的迁徙，有很多迁徙的动作。在台湾也有所谓的2次迁徙，在大陆来到台湾之后，又2次迁徙到其他的花东地区等。客家人有5次的大迁徙。在现代也有许多的客家人在自己的家乡迁徙到世界各地，并且在当地成立许多的会馆组织，或者是称为客家社团。第二个客家意象就是语言，客家话。大家都会知道，客家话是客家族群很重视的文化表征之一。客家话是中国方言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不以地区为名的方言。例如说上海话，它是以上海作为它的名称，但客家话并不是以地区作为名称。客家话也有许多的腔调，例如台湾的四海大平安。而客家人重视客家话的程度远高于其他的族群，有许多的客家文字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对于代表自己的“乃”这个字。第三就是客家族群应景、打拼、勤劳、节俭的精神，这些是属于客家族群的一个特质，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客家意象。所以有人会说客家人很小气，也有人会说客家人很节省。第四是客家人的风俗习惯跟其他族群不同，例如说客家人的挂纸。
瓜至就是客家人扫墓的习俗，还有客家人的天穿日、义民信仰、三山国王。第五是客家人的美食文化，客家人有许多特别的美食料理，例如擂茶、客家小炒、客家风肉、吉酱等等。那每个地区也有会少许的不一样，例如擂茶来到台湾，口味就变成甜的。那在原来的大陆地区的话，可能是咸的口味。客家山歌也是客家人重要的意象之一，还有许多客家人独有的节庆，例如桐花祭、新丁板节、棒龙节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显而易见，而且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客家意象。